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阿峰。即马网络顶啊，敢会侪人咧讨论讲，即马台湾是赢两局，输两局。啊，若是台湾爱伫 C 组入选，爱迄款晋级，啊，到底韩国甲澳洲伊的比分爱偌济吼？即马网络顶有一个数字，就是8-3，着韩国爱8分，上无爱8分；澳洲上无爱3分。安尼才台湾才有机会。这是安怎算的？其实真简单这是迄款国小的数学问题来，即马因算分数的方式是看失分率失分率就是摕你的总失分去分互你的手臂的出局数即马台湾已经确定嘛即马迄个分数安怎算哦？因为是若是讲韩国赢澳洲，安尼变做讲韩国、澳洲、台湾拢是赢两局，输两局所以是即三个国家咧互相咧比拼因的分数所以即边台湾看的是17分7分安怎来的？是对澳洲的时阵13分，对韩国14分目前澳洲是对台湾是0分韩国对台湾是15分所以即马台湾已经确定，所以算出来的失分率就是摕7去分互540.12963过来目前澳洲伊的总失分是0就变做讲看对韩国到底会失几分，所以我遮写一个 N1 出局数目前是27加 N3 韩国5 N2 30 N4 安尼因为伊的变数足侪所以一般网络顶咧写的迄个算法是，假使讲即马韩国甲澳洲拢讲9局所以伊的手臂的局数就是拢是27所以咱即边拢固定用27来算用27来算，所以主要就看伊的失分到底是偌济所以我甲遮的失分拢排出来所以安尼算出来像澳洲的失分率遮的分数是安怎算的？就是摕伊的分子是伊的遮的0去加伊的失分即边若是0就是0分互伊的出局数我即边拢假使讲即个 N3 是27所以遮是加起来是54所以安尼算出来就是遮的数字韩国嘛是韩国因为大胜已经失5分所以伊的失分率就是摕5去加看失几分伫遮去分互遮加起来是57安尼算出来所以若是台湾爱晋级，代表讲遮的台湾的失分率就愈加愈好所以变做讲台湾伊的失分率爱加过进两队的失分率，所以就是我有设置的即个部分遮的这是拄啊好所以变做讲这后壁佫有其他的迄款制度咧比拼所以先莫讨论我著去针对澳洲甲韩国伊的失分率悬过台湾的部分安尼画出来，安尼即个部分代表讲，若是因的失分率拢是伫即个所在，台湾就会使晋级所以咱来甲看若是看即两个所在遮是澳洲18分澳洲18分就代表讲是韩国
摕8分，即个意思。吼，韩国摕8分，啊，若是伫遮韩国失3分，就代表讲是澳洲摕3分。吼，所以8比3即个时阵是拄啊好，台湾会当晋级。吼，啊，若是讲韩国摕8分，吼，代表澳洲失8分嘛。啊，毋过若是即个时阵韩国若是失2分，代表讲是澳洲摕2分。吼，若是即个时阵呢，就无法度啦。啊，啥物无法度呢？因为澳洲摕2分，代表讲是韩国失2分，韩国失2分，所以伊的失分率就比台湾较低。安尼台湾就无法度晋级。吼，所以若是用坐标来画吼，譬如讲韩国，我就假设讲是 X 线，啊，澳洲是 Y 线，安尼画出来，吼，台湾爱晋级，就是韩国即个 X 的部分爱较大也是等于8，啊，澳洲就是 Y， 即个 Y 就较大也是等于3，所以安尼即两条线画出来，吼，即个部分分数若是拢落咧遮，就代表讲台湾会当晋级，安尼。吼，即个是遮个算法是讨论讲，伊拄啊好拢是讲高局的时阵，啊，若是搁延长啊，迄搁另外算的。吼，若是有趣味，就家己算看觅。好，影片就先到遮。